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中和2岁小男童确诊重症抢救无效过身。上届关键的下晡的4点半到6点这段时间，小男童的病情很严重。伊的妈妈打电话到中和卫生所，一直卡，就是卡未通。有规定，确诊者阁未当家己来送病院，这妈妈是心肝火热。指挥中心宣布了。 打来，确诊者若有紧急的状况，会当卡119，会当由亲友来接送，或者是家己去病院。外界讲，这就是两会同条款。不过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是希望中央的规范会当更加清楚。 新北市中和区一个2岁查甫囡仔，伫咧居家隔离时，牵小姑送病院，染疫了后出现并发症，伫咧昨过身。中央共一天半暝啊，公布新的送病院流程。隔离者若是有紧急送病院的需求，会当开放后有带做伙亲情朋友接送，或者是家己去病院。那目前我们的指引还没有收到，那我们希望在今天，如果我们看到整理的相关的规范。 我们希望这些流程如果能够更顺畅。中央面对民众拢咧严格跟调整政策，不过查甫囡仔的老爸讲到居家隔离时间，囡仔破病，1922个卫生所拢伫咧互相杀责任，甚至靠新北市卫生局嘛无人接，感觉卫生局无人咧管啊。新北呢，我们的有土城医院的黄锦荣院长也带领我们新北的所有的小儿专家，已经提出了儿科就医的指引。 那中央在今天下午也会由儿科的专家就很多的流程面做探讨。除了送病院的新流程，小苏嘛伫咧进行授权，6岁到11岁囡仔来自莫德纳，新北市准备好啊。那因为我们过去在国高中已经有相关安排施打的一个经验，直接到校去施打啊。那 家长的部分最重要是，我们相关的行政流程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只要中央的指引下来。侯友宜讲，新北居家照护要超过2000人，隔离嘛坐要16000外例。不过后壁会愈来愈严重，尤其新北医疗量能是大都市上无够的所在，中央制度得赶紧对会到疫情的变化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